话，你看看你出的都是什么三体英雄啊！策划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什么时候给我加强一下呀？不，他为什么能偷我的破军？空儿，快把我的破军还给我！破军本就不属于你，空儿才是破军真正的主人。为什么呀？你不能这样出英雄！保安把这个老英雄插出去。大司命少司元西施亚瑟元歌，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